大家好，今日帶大家嚟廣州嘅城隍廟，嚟家有參觀下。廣州城隍廟全稱都城隍廟，始建於明洪武3年，即公元1370年，係明清時期嶺南地區最大最宏偉嘅城隍廟。後嚟因為某啲歷史原因，響2009年重新大修，2010年重新開放。主要供奉主神係南漢開國皇帝劉焉，配置明代嘅清官海瑞同埋忠臣楊繼成嘅。我係鹽城堂嘅一號，我哋下期再見。